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使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翁送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要甲咱讲的就是做公益哦，真正好，赞。每一个人吼，尤其咱台湾人，是真爱做公益。你你看，即摆日本的这个灾害，哦，咱观上济，观上济啦，第一观上济，名，真正无简单。咱台湾人爱心吼，真正上个有啦，实际，嘛是拢咱台湾人管出来。哎，你看做世界性的这个公益，是足无简单的。你这个公益团体哦，真济啊，像讲家己的迄个行善团，哦，无简单。铺桥走路，铺桥去做咯，毋是做桥去铺咯。啊，做公益尤其咱即马恁会记吼，迄个发票哦，较早咱那发票箱吼，拢点满满啦，拢满，但即摆发票箱敢若有两三张啊，哎四五张啊，因为主奖吼，迄个第一得奖1000万了，哎，哇！哇，管出来的人人数愈来愈少，而且迄个发票愈来愈少，所以讲哦，这是这个现象不好，这今晚无法度这个现象不好啦。大家拢想要做千万的富翁啊，啊，毋过就较输啦。啊你若钓了1000万，麻烦你又搁关出来，关是关1000万啊，关到一万对啦，先关9000万就好啦。我是拢最早就拢家己对哦啦，啊，但是我家己对吼，那不管是钓200是钓1000的吼，啊，我就拢家管出去。哎呀，赞，对啦。啊，其实即马做公益吼嘛，足侪方法的啦，无一定爱关钱。你像我有朋友吼，伊就是美发师，伊讲义剪，哦，去智障残障协会讲义剪呐，啊是讲像咱就算咱唱歌，咱今日会使去医院啊，啊是老人院迄讲义唱的唱欢喜，歌互人欢喜，对啊对啊，帮人服务嘛，啊就像讲吼，咱的节目嘛是咧做公益呢，逐工中昼互人看趣味的短剧啊，啊咱即马就来做公益好无？来看趣味又搁轻松的短剧。啊，安尼知唔知要这个当时是个什么时代啊？年代啊，呀，是啊，来啦，我甲你斗做。哎，糖乖，袂用诶，袂用了。糖糖，是恁阿舅家己做唔对，所以爱家己承受。任何人都袂用去替伊做的。啊，我是会监督恁，所以我爱彻底执行。那还你。好，兄啊，喂，你干饭煮好啊？哎，这个安尼即马切玻璃。啊是，感到您。独身的人也有太，用猎网仔来刣。嘿，青啊，你是食唔着药的哦？啊，恁兜玻璃唔是咧去阮兜的？等你目睭是咧拖累，袂晓看这啊？哥哥，喂，阿姑伫这个社区欧北大宣传队被罚社区服务100个小时。阿咧好，这些工课做袂煞。太糗啦！来，你边我。去玻璃迄个中年人，你来者？你这是你叫啥？叫你啊？叫我？安怎？大家拢叫我少年的。哎，有什么代志？我爱报下垃圾甲我切切。哎，这我算社区服务的一种。啊好，你甲我记。甲你滚生球啦，叫我切我就甲你切。囡仔，喂，啊你毋去找秀秀，还是找有无？我有找着啊。啊？找着，啊人哪会无对你转来？啊，都尾啊，因姐出现哦，人说我骗你弄。哎呦，这个秀秀为什么要走？
啊，代志拄着出来面对就好啊。咱咧讲的较简单啦。我是感觉吼，秀秀是因为爱情吼，规个头壳拢起戆，像咧坐船咧行船安尼，所以呢，即摆要甲叫我清醒吼，有较困难。我咱早人较了解。哎，小姐，倒来哦。嘿啊，啊啦，你人我做甲胖起呢啊？你哦都唔听我的话，我甲你讲你莫出现，啊我著已经好我伫甲苦劝啊。你一日拼出来了，你看啊人拼你弄啊，这声哦要找小小歹找啊啦。我哪会知啦？我嘛是要甲苦劝尔，我哪会知遐固执啦？我会感觉吼，恁大家吼，嘛互小小一个空间，互伊一个时间。啊，恁安尼压力遐尼大，万一我甲你讲，若走去自杀要安怎？哦，所以吼，唔通互伊有压力，伊自动就会出来啦。嘿啦，啊，小王姐啊，你应该袂食物件吼，我内底有掺物件，你入去食一串好不好？无要紧啦，我无啥会晓啦，恁开讲好啦吼。啊，糖糖，哎，要入去陪伊啦。哦，好啊好啊，我入来陪。这厝内吼，若一只鸡落屎吼，啊厝内面的人吼，都真烦恼咧。对啦，迄若骑落屎跑的时候拢听对对。嘿，你讲你，人咧讲你啦。啊人咧烦恼烦恼，啊你手唔好休困呢，继续搁吃吼。你也毋是监督人啊，我哪会听你？是啊。去玻璃。是监督人。行，较过来，较出力咧，你要食饭哟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真正有够呢，坐甲倒，困甲倒。君仔，君仔。你快食饭啊哟！来食饭哦。哦，见摆来甲你叫精神，就问要食饭啊哟！你无别句话通讲啊？是啊，你都唔捌，迄食饭是种享受呢。人讲食是福，啊做是乐啦。因为只要你咧煮菜，全世界上好食的。人讲世上自有姐姐好，有姐姐都爱吃香锅包安尼啦。乌老的话吼，要讲伤济遍，迄听久啊哪会熟啦？我你讲，我今有代志要出去，点？顾好。知啦，唉，知哦。唔对咧。啊？见摆我若要出去，甲你讲点顾好，啊你就甲我应知啦，结果若转来吼，毋是无看人影，啊就是出代志，迄明明就是倒头知啦，我要哪会安心？安哪有法度？迄枪支炮咧大财坑啊，大概你若转来拢有出代志啊，哪知影拄好？好，言话减讲你，连小话你上当啦。规日哦爱记哦，点？顾好。知啦。实在影有够烦的啦。人讲查甫人教话亲家，查某人教话破家。我咧看，可能我今年期要到啦。安尼有咧共款的位咧细细念袂煞，敢若迄个手皮阿君哥哥，阿君哥哥，啊！小小你，较细声的你即摆是当下要提行李的哟？无啦，我有一件足重要的代志要甲你讲。哦，你讲啊。啊，我著上网甲我的男朋友开讲，我叫伊出来甲我见面，伊答应啊呢。啊，真死嘞哦！不过有一件代志我毋知要安怎，所以毋才走来问你。恁是安尼足单纯的见面尔哟？无啦，伊叫我准备3万块互伊。哦，我都知哦，你咧戆查某，伊就是为着钱才要甲你见面的啦。不过那安尼我是要安怎啦？不要紧，人讲将计就计，你共我甲约伊出来，啊，我来去联络警察，到时若出现，带甲抓起来。万一伊若毋是骗人的，那安尼咱就念着人啊。这么无管遐济啊啦！人讲连口错杀一百，不可以乱放一个啦。啊，安尼收责任嘛啦。啊，无法度啦，就是讲要证明个对方是毋是骗子，干那这个办法尔。
莫讲你慢唔过，我听我的就对啦，这样你去做吼。好啦，我听你的啦。好，我好，你后尾慢慢来走，我等恁姐来弄着就食啦。时间真正记伫歹啊，吼安尼，无早正惊，咱是要办啥啦？过来，哦，哎哟，出门就甲我应好，念顾好，我一心念都阁无看人，真正是气死人无相这。哎呀，哦，哎呀喂，哎呀，要做一工呢，哎，社区服务，就安尼规身躯的骨头敢若要散去啊！哎呦，这个哦，可爽啊！这个可爽啊！哦，就就阿姑，啊！你回来哦？哎，我等下，哎呦，你先了啦，今仔看精神较歹。哎呦，你都唔知，迄2点钟还连续安尼直直做社区的服务，迄偌忝的你。啊，连续做2点钟尔，你就忝到安尼哦？嘿啊你身体算虚呢？什么虚？我甲你讲啊，迄毋是讲迄个人虚啦，迄是吼心理上虚啦。嘿啊，阿姑，你都莫插人，你做你家己的就好啊。哦，遐个人哦，安尼甲你微调啊，议论纷纷啦，讲啊无公德心啦。迄宣传单哦，乌白搭啦，啊宣传纸乌白搭，安尼咯，才会去用害哦社区服务18点钟啦。讲这人哦，妖型啊，失德讲，安尼啊，你就知影，遐七姊啊八妹讲的话拢真歹听。阿姑，你的社区服务18点钟吼，唰一个就过去啊。咦，爱进来。啊，林来，我甲你讲啦，这个代志就讲到迄下仔长啦，下仔长甲我害我做社区服务18点钟啦。我甲你讲哦，此事不报非君子，君子报仇3年未晚。哎呦，阿姑，你嘛莫安尼，是你家己有错在先呢，你哪会当怪人？莫安尼啦。对啦对啦，莫生气啦，无来安尼啦，我甲你抓铃啦，安尼就较轻松嘛。感恩吼感恩感恩。来，这对吧？哦，这哦，是，哦，哎呦，哦，拢抓着紧，哦。嘿啊。是，哎这个，哦。天天民宿你好，阿公哥哥哦，你要带我去看电影？哈？你甲小小伫警察局？哎呀，就哦，手。哦，你讲迄个网友掠着啊？哦，好，安尼我知，好。小红姐，警察局。人啊，安尼做到无半个人啦，规厝迄敢若剩我一个人。小无？哎呦，小，安尼好，我会注意啦。哦。用这热敷得家己热敷啊吼，内面都轻松啊啦。啊，咱即摆会好嘛，袂完全啦。伊掠铃后人掠遐大力王拗的，迄拗一个手骨险要断去的。是不？你讲了伤含啦，你拗一个手骨险断去，人迄手工也毋是挑工的啊了。伊是听着讲伊小妹咧警察局，雄紧张，我出凶力，莫共怪。总讲一句哦，我衰啦。这啥歹人去互掠着安尼，安尼哦，小都袂搁去互骗去。伊是袂去互骗啦，毋过别人的嘛共款会去互骗啦。这网络诈骗哦，逐工拢咧进行啦，毋知有偌济人哦要去互骗。有影就对咧。自古早人就讲啊，细字无是本。所以哦，咱每一个人随啊随的吼，都爱较斟酌，爱较细致。对，哦。你好，真爽。我转来啊。功德圆满，代志拢处理好势啊。对。秀啊，后摆哦要帮路交朋友，要目睭来天较紧的啦。好啦，我知影，以后我会较注意。讲真实的，这边爱多谢恁啦，就是恁斗3工哦，这遐尔紧找着小本小妹啦。哈，免说多谢，人阮天甲开心民宿吼，专门解除人的疑难杂症，有啥物问题做你来一个，刣一个，来2个，刣一箱。哥哥，喂。迄你安尼讲吼，啥物人敢来咱民宿？就是妹，含慢讲话莫提上啦。是啊，小轻松的你咧。哟，青啊，你是安怎今日阮咧讲话你拢袂应声啊？无精神啊？阿姑，人因姊妹好好安尼，迄歹人嘛掠着，你毋着爱替因欢喜。
煞唔知影哦，恁阿姑社区服务做了伤忝，笑袂出来呀。哦，是忝的关系啊！你若忝，我甲你掠零就好啊嘛。啊，免，安倒啊，安尼倒啊，真诶啊，免遐找走啦，凊彩倒。啊，无你顶回毋是讲我掠零掠了袂歹啊？你即摆忝我甲你掠零。我即个介绍一个人家予你，这个啦。讲袂。是啊，你哪着搁叫？啊，我毋是讲叫小虎阿公来房间吼，衫穿起来，互你规身躯热热的。啊，就真正有的。啊无，伫你面头前面讲有，拢无。哦，啊这公园遐看啦，哦，真正看到有够大。哎呦，啊，即摆人是安怎？啊，物件食拢乌白干安尼啊！你看看，啊椅仔顶也有啦。哎呦，即摆人真正足够畏水啊，足够畏这粪扫啦，真正拢袂爱惜。我毋是安尼尔，你看后壁佫规堆啦啊，这要安怎捡啦？哦，我坐休困，坐捡到晚3更半暝啊！哦。哦，抓着哦。哎呦，你甲迄行一个啦。只要你唔做工课，倒啊咧面单一个休困。但毋是啦，恁来的时阵我才坐落尔，那拜托个。免坐，继续搁做工课。好啦。困啊！啊，会甲钱仔创治啦，互你小休困。有听，恁姐你毋敢。只要我是爱伊好呢，伊钱仔爱做100点钟了。叫伊工课紧做做吼，啊，迅速消化掉，伊就自由啊啦。对啦，迄当阵我就做。哎呀，当真咱两个是妈子。妈子的咯。妈子的，既然咱兄弟也共心，哎，乌头就变黄金。咱若两个吼哎斗阵做，足紧我就变自由身。有理。对啊。钱仔，做唔对代志的人是你呢，啊，毋是阮棍啊，谁人都爱甲你斗做。所以呢，两人共心，乌头变黄金，这个时阵就无适合用。哦，无法度啊啦。安尼还佫有法度啦。我甲你讲，你免甲我斗做，你敢若排这个家这块啊。是啊。阿麦。跟你讲，你就真正坐咧休困的时间都无。好啦。对。哎呦，怎啊？你是安怎啦？哀杂杂。我知你用倒回啊哦。毋是啦，啊，安尼我知，恁兜着贼头。嘛毋是啦，安尼我阁知啊，恁吼一定有人死人。好啦，会长啊，什么代志嘛紧讲啊，干那安尼一面苦悲。啊，落咱送往去团购的代志啊，结果去互咱骗去啦。啊，骗去。嘿啦，啊，这间公司哦是空壳的啦，还阁有哦，迄所有的资料拢嘛是假的。等，安尼是去互骗偌济啦？我就哦，每一间民宿拢去共招呼啦，佮叫人参加啦，啊，结果哦有10间啦，10间加入呢，啊，我一间共收1万块啦，结果我爱负责安尼付10万块出来啦。哦，爱赔10万的哦。哟，哎呦，会长啊，你哪安尼遮尔无细致啦？都心的会长啊，要去网络要网购爱真注意哦。人讲俗面无好货啦，货比三家不吃亏啦。尤其你要特别注意迄公司的证明啦、字号啦、信用的保证，这拢爱用真齐全啦，安尼爱注意才会使，你知无？啊？你是伫当时哪会了解遮多哈？嘿嘿，啊，就迄落通甲我教。拢怪我小过大意啦，较会去用骗伊啦。我实在做衰啦，我。所以吼，所以讲哦，假是摆乖啦，后摆咱若上网络，看是要买物件，还是要交朋友，拢嘛。咦，爱说你啊，我哭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要甲恁讲的俗语就是理财贪心。哦，是安尼，这贪心甲理财咱会摆做伙。两兄弟嘛。
毋是兄弟啊，迄拢无熟悉呢。哎呦，也毋过吼，伊属性要甲伊熟悉。有才就贪字。对啊，有即个贪，足想要熟悉即个财。哦，即阿贪啊，甲阿财吼，真正是原来连斗阵。也毋过吼，较早了吼，人咧讲吼，我咧贪字、贫字卡。哦，这什么意思嘛？因为你贪吼，甲贫咯差淡薄仔尔嘛，共款安尼写。哦，拢迄个卡，迄个卡尔。哦，所以讲有即个贫甲贪是安怎会差遐济？是安怎呢？因为你贫哦，就是讲善嘛，啊你善才会想着贪。哦，因为你善久会惊，啊想着贪，啊贪你贪无够，到尾想着偷，啊偷佫无够，到尾想着抢。所以讲即个贫吼是咱贪。这个，对，伊个起因。哦，因为为这个病无钱，才开始想遐想康想康啦。不过印象中啊，细汉时阵啊，拢听遐个是大人讲哦，咱搁较安怎善车哦，都爱善到有骨气呢。对啊，以前拢讲，他较少食较歹哩。以前有当谈，即摆问题是无当谈啊，对无？时代变迁的关系。对，但是我拢感觉啦，我就是感觉吼，咱讲一支草一点路啦，咱来轻拍拼吼，免惊讲趁无钱啦。有影。哦，逐项要做啥，你路边摊嘛好啊。你嘛拢会生活哩啊！是啊，但是有的人都毋是安尼想啊，有的人伊会感觉讲，我无想要出去做工课，所以就一寡人有啊，去个庙里看人的捐献箱有无？啊，怎啊哦，想空想芳要贪迄内底的钱，伊你良心敢会得过？对啊，迄心拢会甲接心会甲接闭的，那个良心过意不去。心灵拢有在看，有咧看，人咧做天咧看啦。所以讲有时机好，甲时机歹，甲即个贪有关系。除了讲咱较早时机遐尔好的时阵，一工若要叫人做2000块要请伊，人讲台湾钱阴卡吧，迄当阵了，迄当阵无人要爱2000块就好诶呢，天气好2000块，伊哪会要趁？啊，你也看，那即当阵2000块，大家拢烧钱啊。真诶，对啦，时机无共。所以讲时机哦，甲即个贪嘛有关系。对，有影呢，所以呢，咱一定哦爱靠咱家己的本事较要紧啦。安尼咻一个30分钟又搁过去啊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咯。咱今日天天又开心，要奉劝大家吼，唔通贪心，应该咱的就是咱的，啊若唔是咱的，千万啦，莫强求。是雨水也是目屎，不知家己到底伫啥物所在。无心的一句话，深深将你伤害，拍醒你所有的期待。你将来不捌真心爱过我，敢讲一切完全是我的幻影？对你的关怀，早就无伫这，你只是我爱情